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要来看是这个嘉义中部有一间私人的庙坛，早暝火烧厝，当时这个查甫祖、查某祖，甲4岁、甲5岁囡仔孙4个人伫咧厝。5岁小男童bị伫咧新道的附近，风吹到的时阵已经无生命现象。伊的爸爸真伤心，甲后生话讲袂听咯。啊，那这个4岁即辈小弟是互外籍看护救出来，即摆咧插管治疗。2个阿祖嘛，还阁伫咧加护病房咧观察。火烧厝的原因，爱阁调查。面体火烧甲真猛，赶到厝的家属情绪激动，强要冲入火场。哪哭哪喊，敢若望伫咧火场内底亲人会当平安出来。昨暗时，嘉义县中部乡一个私人的供坛，伫咧暗时6点外开始庆烟，有民众骑车经过，赶紧报案。厝边嘛赶紧倒灌水来拍火，无奈火烧甲伤猛，一个5岁查甫囡仔就安尼不幸来过往。外面的时候，这边也都是雾。到8面火的时候，我发现我吸到那个气哈，有点不舒服，我就知道啊不行，赶快要逃了。火调人员一透早到现场，要查明导火的原因。内底拢迄个新年衫啊，人来拜拜有香啦，有是新明。要拜拜啊，是啥使用的用品啊？火警发生的当下，86岁甲79岁2个阿祖伫咧房间内底，互消防员救出来。4岁查甫囡仔互外一个看护为楼梯口救出来，插管转院。不过真遗憾，5岁查甫囡仔伫咧生命厅风吹到的时，风烧甲害去红架都跌掉，最后也是救无活。特定的烧毁程度是比较大一点点，所以说应该这个起火的位置啊，也会在这个前方的部分。这场火灾毁掉因的天伦之乐，导火原因到底是啥，都需要查明。Hello， 我是郑雅芳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